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戴金。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诈骗集团骗讲民众的口子去互利用，叫民众卡引用冒犯诈骗，想袂到接电话警察嘛是诈骗集团。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变强，温度上低剩16度，拜三冷气团到地上低可能是无到12度。台湾队长陈杰宪即届摕到 MVP 上有价值的球员。14年前，当咧读高中的陈杰宪，家己一个人去日本读册，希望有一日会当拍入去国际演。到今仔日，带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伊个小母校教练嘛学了伊自细汉就真拍拼，有领导的班。19年前，读高雄中正国小的陈杰宪和队友翕相，后壁摕国旗的人就是伊的爸爸教练陈建忠。高雄中正国小是陈杰宪的母校。除了教练爸爸以外，捌甲指导8年的总教练尤新平就讲，陈杰宪自细汉就真自律，也勇有心，以队长身份带领球队摕到冠军，也展现伊对细汉就真定着具备领导能力的特质。他一个很善良的小孩啊，昨天哭他也是释放他的压力啦，因为代表的台湾太多人在关心这个比赛。陈杰宪即届摕到12强 MVP， 佮较得到打击王最佳外野手、最佳防守球员4个个人奖项。14年前，陈杰宪伫台中读高中休学了后，去到日本冈山共升高校读册，希望踏入去日本的科西院。公司独家采访，迄当时真少年的伊是真清楚家己的目标。我高一的时候在三民高中打到联赛打完，我就说退学，然后跟着自己练球，练到4月份刚好来这样子。去学去到日本语言适应问题，陈杰宪虽然无进一步踏入去日本职棒，但来到台湾了后，捌伫咧台电棒球队拍球，目前是统一赛外野手，也真愿意互学弟一寡指导。就是说叫我们练球要认真一点。我也会努力练球，永不放弃的精神，随着他的脚步迈进。投手投出去的守备员的反应力。看到学长陈杰宪为台湾摕到冠军，学弟也讲要拍拼练习。学校表示未来若准有机会，也邀请陈杰宪回来母校和学生分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台北甲宜兰连续落雨一礼拜，今仔日总算是好天。全台湾的温度有25度到28度，不过明仔载开始就随便变天啊，而且会变寒。拜二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半部温度上低剩16度。拜三大陆冷气团到地，全台湾的温度上低可能是无到12度。民众穿短裤，行伫人行道顶面，日头照伫身上。北部地区拜一是出日的好天，全台高温有25度至28度。不过，这可能是这礼拜上尾一天的好天啊！气象署表示，拜二开始受到方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变天。若是安尼，拜三会搁较寒，拄着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东半部上低温有可能降到12度，中南部有可能剩13度。最低温北台湾有机会下探到12到13度左右，其他地方则大概在13度到17度之间。气象署提醒，拜二全台各会进入落雨的天气形态，北部东半部有可能会落阵雨，中南部云较济，有可能会落沙沙仔雨。了后地转做大冷，雨干那落一天。拜三到礼拜，规礼拜拢会维持无雨、冷冷的天气形态。明天会是锋面通过的过程啊，我们预计北部跟东半部会容易下雨，在雨势上面包括了中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南部呢则是云量增加，山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状况。气象署表示，台湾第一波的大陆冷气团伫拜三落来，到时阵早暗的低温有可能出现12度以下的低温。气象署提醒，台湾一定进入寒冷的天气形态，未来每5天至7天就有一波的冷空气落来，提醒民众要赶紧将高的外套、棉被传出来，迎接寒冷的天气。记者陈阿选、王兴忠台北报道。诈骗集团愈来愈干巧，即阵竟然是出现连环诈骗的出头。来看有诈骗集团假做亲人，甲民众骗钱，过无几工，搁卡来假做银行的行员，讲民众的口子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叫民众当场卡1两5的反诈骗专线。想袂到接电话警察嘛是诈骗集团假的，害这个民众拢总互骗超过2000万。接电话接袂离，165反诈骗的电话伫咧第一线把关，替民众分析敢是落入诈骗的陷阱。查到掠诈骗重要的单位，
即马线加做不法集团计中价一部分。接到诈骗集团假冒成银行专员打来的电话，说你的账户涉及了诈骗，那请你在通话中直接拨打165，反而遭诈骗集团转接到他们的同伙假扮成的假检警那边，假检警在向他宣称说我们侦办过程中需要扣押财产或者是监管账户之类的。哄骗去的这个查某人，因为相信诈骗的电话，把钱借予假的亲戚朋友。诈欺的干部过无几天，又搁假造是银行的行员，恐吓这个受害者，讲伊的口座去互警示，要求通电话过程都唔通挂断，直接输入165，转互警方来处理。规关诈骗的手路，落尾手2000万去互这个诈骗集团全摕过手。上阵时机，甲窗仔门拍破，掠这个车手。诈骗的手路是800款。另外，警方阁查到一件假投资诈欺的案件，不过煞伫掠歹徒的行动当中，脚甲手无细致受伤。我们就阻止他那个啦，继续打档之类的，然后把钥匙抽开。一开始就是一样加入赖，我想说我就是多学一点知识嘛。那他说，其实老师的专长是在黄金。做工课拍拼规世人，退休了后真介意学习。这个哄骗姓李的负责人，伊一个无注意就去互骗大耳，差一点伊欠的钱都拢了去。即马假投资、假警察，甚至是连165，都变做是骗人的步数。国内诈骗犯罪情形也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一个公家人员想袂开行底路，这工课场霸凌的议题嘛引起关注。有劳工团体呼吁政府要制定工课场的霸凌防治法，保障劳动环境。希望未来为政府机关到民间公司，拢要有第三方公正的申诉管道。最近因为劳动部律法署同事行底路的案件，各界关心台湾伫这场霸凌的防范是不是充足。劳动部建议邀请专家学者修正这案法，将雇主责任提悬到法律的层级，罚款也会提悬到3万到75万。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林月琴是建议，应该定出这场霸凌防治法，用专法形式，互劳工甲公务人员拢能适用。现行的法律都是事前预防或自主管理而已。一旦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不是被害人找不到合适的申诉管道，要么就是申诉后遭到吃案。我要求人事总处要建立一条由公正的第三方组成的外部申诉机制。公人员现在不适用于治安保护法，公人员现在是没有治安的职灾的规定的。你修一个法去要求民间团体要保护员工。反霸凌，就自己的政府部门在进行霸凌，这说得过去吗？台湾劳工电线也表示，政府应该宣示对霸凌的影响稳态度，呼吁行政应该马上启动反霸凌国家行动计划，进行跨院协调，积极落实这场校园甚至网络霸凌的防治工作。在我们所处理的个案里面，雇主也直接呛下说，指引只有参考，指引的不足。是未来应该要透过更高层级的法律来加以规范的。对立委提出反霸凌专法的制定，国民党立委认为应该为这卖法令典管去补强和修正。其实，在公务人员相关的法律，考绩法也好，惩戒法律也好，那是不是应该把职场霸凌的这个面向也把它纳入？这个就是直接在公务体系里面就建立了一个防护网。朝野立委认为，台湾伫这案法相关霸凌形态定义甲规范无完善，呼吁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部甲相关公务人员的人事行政总处拢爱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台盐公司的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嫌供电贪污，11月7日开机压定，陈启玉人无到，地检署发布通知。今仔日早起10点多，陈启玉已经到台南地检署报到。台盐公司的前董事长陈启玉被指控拿枪和供电业者斗抗，害台盐损失11亿。检方约谈34个人到案，顶个月24，检方申请羁押请回。地方法院11月7日定开羁押庭的时阵，陈启玉说失联，去互通缉。消息20多天了后，即今仔早起10点多，陈启玉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去台南地检署报到接受讯问。来关心国防消息，陆军纳hiệu专案要甲美国买攻击型的无人机，预算本地是变60多亿，后来调整到180多亿。不过美国8月时阵通知所有，佮变做50多亿，这介绍起起落落，引起立委的质疑。
陆军拿hiệu专案向美军卖685只人员杀伤的单红岛300甲291只反装甲的 Otis-600攻击无人机，军方编预算新台币60多亿。美方今年6月也进行各地国会听书了后，陆军也对内调整到115亿。不过到8月，美方提供装备发技术，又搁变做合计55亿外。台下立委拢质疑讲，绩效争差起落上大。财政纪律，今天你如果只要花这么多钱，然后你超出这么多，超出1半以上，签约的是我们目前大院已经核定的数量，所以就是55亿嘛，并不是55亿嘛，对不对？后续这个预算是缴回还是增购？是不是请国防部向各委员来做充分的说明？并不是因为有这样子与预算上面编列的差价有60亿。要去把它买足买齐。对军方提出用修订原案发技术方式执行，避免中期建案会当缩短摕到装备的期程。立委要求军方要先讲清楚计差的原因甲战略的规划。另外，军方明年度编共买20亿的创水南国造后续站的建造，南为市卡新要提案减列抬到剩2亿，甚至立委黄仁预备甲20亿全部抬掉。海上测试什么时候会开始执行？4月1号会执行开始。4月1号会执行，交件在11月。在野党可能要针对明年编列的部分来去动减3。我已经一再的承诺，就是海测通过之后，我们才会动用这个钱。郭立雄解说，若准今年唔编这条预算，等到海军和海测通过，可能会过明年8月预算编列期程，恐惊会冲击到2年的期程，会影响后续南的建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后美女头一届借用政治大学的校内空间，实施7天的拒载教调，现场有打野战的步兵和武器装备，不过为着安全，内底是拢无枪支。其实这毋是头一届伫咧校园进行教调啊，军方表示是因为防卫作战需求，要让部队对室外作战更较关系。身躯顶的物件互真少安检，再搁甲手机放入去市机场内底，接到教调令的后备军人陆续报道，开始7天的训练。不过地点引发关注，因为这是军方头一届租用台北市政治大学校园部分空间。原地政大演创大楼的教室，如今是设野战的步兵、野战的浴巾等生活设施。边摆互调员专长鉴定的陆控迫炮、机枪、步枪等武器装备，但是为着安全，全部无弹药。稍微有点紧张啊，毕竟没有参加过教招，第一次听到说是在学校的后山举办教招，我也觉得蛮新奇的，特别期待打靶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有用的啊，就是稍微让大家回顾，让一些男生回顾一下当兵的状况这样子。根据了解，这个调训的单位是报公营。其中一连伫政大施训大约100人。军方指出，教调的行军路线敢若伫政大后山的范围，没有伫校园行军的情形。也强调，这毋是第一届借用校园，主要是考量到防卫作战的需求、城镇战地形的因素。因为自2022年开始，教调该采用现地报道、就地施训，让部队更加习惯室外作战。任何教导的任务都会依照我们战备的一个需求啊，考量这个整个作战的地境线等等，让后备的教招员可以结合地理上熟悉的地形地物来发挥这个守备的效果。考量到这个政治大学靠近山区的特性，所以有不同的这个集训的目的。军事专家也表示，亲像北约等国家后备动员也捌用过大卖场仓库等情形，透过民防甲国防进一步的整合，强化整体国防较有春秋，来发挥更较大的防卫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民主派47个人的案件，11月19公布判决，上重判90年。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到今判决人数上济一届。国际社会对这届审判拢强烈谴责。台湾有真侪民主团体咧，是希望台湾人爱珍惜民主自由，同齐呼吁香港政府停止对民主派人士无公平审判。民主自由本无罪，1国2制是谎言。
香港在地人士，阁有超过10个民间团体做伙剧动化口号，呼吁香港政府爱释放伫11月19香港47人案封判罪的45位民主派人士。因表示，香港47人案的民主派人士面临未审审判，而且伫审判进程已经互人关3年8个月，无符合司法程序。也若即届审判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到呾，判决人数上届侪一届。透过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跟世界去说明，其实我们3个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像中国所说的我们都是非常相信中国的。那接下来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香港以及声援香港。伫台湾的香港人表示，希望透过台湾民主的力量，做伙为香港的民主发声。台湾的民团也表示，即届的审判根本就无遵守香港50年不变一国两制的约定，这个一届证明一国两制是一场骗局。港府暗示，如果上诉，刑期会更长更久。他们说，寻求对47案被告更长的刑期。我想这是对民主、对政治最大的扼杀。另外，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也强调，希望台湾人、台湾青年爱珍惜台湾的自由民主，给予香港的民主运动者更加侪支持。香港的现状提醒我们，民主的稳固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那面对来自威权体制的挑战，台湾不仅应该守护自身的自由，也应该透过多边的合作，为全球民主运动者提供支持。伫现场也有民间团体形容，即届审判就哪像香港的美丽岛事件。这款判决代表香港的法治已经无存在，敢若像中国的威胁甲迫害。这毋但是一个司法案件，嘛是对民主自由价值真大的打击。台湾人应该爱甲香港人徛做伙，呼吁香港政府撤回对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的审判。记者张家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一个散车社区着火，千外间厝拢烧起来，2000户家庭有都无厝。当地消防局是紧甲市民安置伫咧紧急避难中心。马尼拉市府灾难管理单位无人机翕大火炭烧的画面，伫首都马尼拉附近港区的唐都平民社区陷入火海，当局紧急撤离2000户的家庭，有人到甲海外等待救援。Maaga po yun, nasa loob ng bahay, nag-aalmusal po kami. Nagkasigawan po na sunog. Paglabas namin, yun nga po, nakita namin, laki-laki po ng usok. 居民想起迄时阵状况，有人赶紧逃难，无被火烧着的客家，将行李甲物件搬到外口。当地行政机关将居民安置伫紧急避难中心。根据消防单位初步检判，导火点是社区内一栋厝的2楼，因为这社区的厝大部分是茶、铁片、甲燃烧的合成材料的材质所起的。结果强度不高，而且缺少耐火性，致使大火拖甲真紧，扑入1000多栋的厝。马尼拉消防单位出动36台消防车甲4只消防船，佮派出真1只直升机运水拍火。居民看到大个所在全部烧了了，忍袂了后甜。Siyempre, nanlulo mo. Wala nang hanap buhay, wala pang bahay. Lahat wala eh. Hindi ka na nga makakain. Grabe itong inabot namin. Papasko pa naman. 菲律宾的消防安检管理记录一向无好。8月，马尼拉的长兴街一栋5层楼的公寓传出火灾，致使11人死亡。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关心俄乌战争到呾拢还未收煞。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讲，百姓只要签名做兵1年，就会使拄1000万的债，差不多是台票313万。另外，罗西亚是阁请几纳百也门佣兵加入战争。罗西亚和乌克兰前线的战事紧张。北约表示，自从2022年2月开战以来，罗西亚军伤亡已经超过60万人。英国国防部指出，罗西亚军伫10月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名阿兵哥伤亡。为着补充前线的兵，罗西亚总统普廷搁再出招，宣布只要签1年的兵，就当抵消1000万卢布，大约是新台票313万的债。进前阁强调讲会继续测试号名做金箍球上新型极音速的中程弹道飞弹。Добавлю, чт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кой ракете, средств ее перехвата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 мире нет,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ытания новейшей системы мы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ладить сери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Будем считать, что решение по серийн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эт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инято. 羅西亞和烏克蘭嘅戰爭已經要3年，羅西亞接叫招人，在北韓派兵協助了後，羅西亞即馬佢透過神秘嘅微人口網絡，招募數百名也門嘅傭兵投入戰場。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普廷嘅目標在明年1月20之前，將烏克蘭軍趕出庫蘇橋地區，而且羅西亞嘅空襲已經造成烏克蘭港口嚴重損失。Від липня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 по цей місяць 321 об'єкт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наших портів був пошкоджений ударами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та іранських дронів. 澤倫斯基強調講，受損的攏是其他國家的船，唔是烏克蘭的，因為烏克蘭是全球主要小米甲番米生產國，糧食安全透過港口輸出真做重要的問題。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新政府的準國安顧問瓦爾茲24受訪的時呼籲羅西亞甲烏克蘭停止升級戰爭，而且愛雙方緊談判。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e need to end this conflict. And so what we're need to be discussing is who's at that table, whether it's an agreement, an armistice, how to get both sides to the table, and then what's the framework of a deal.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上校退役的瓦爾茲是出名的外交政策鷹派人士，過去對羅西亞採取批判的立場，也甲川普同款反對增援烏克蘭。瓦爾茲已經和拜登總統的國安顧問蘇利文見面，也警告外國對手，美利準會當佇川普上任之前這幾個月佔着便宜。公司新聞電為人編譯。那中東這邊的情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嘛是戰未煞。在禮拜六，以色列轟炸黎巴嫩，造成29個人死亡。加當天，真主黨射250粒飛彈反擊，7個人受傷。那迄暗，以色列是隨閣轟炸黎巴嫩，1個人死亡，18人受傷。後邊外交部長表示，這國際愛予以色列壓力，接受停戰方案。以色列24拜日暗時繼續空襲黎巴嫩貝魯特，這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黨報復反報復行動當中上新的一件。之前真主黨才向以色列發射250粒飛彈，也是真主黨幾個月以來攻擊上凶的一擺。以色列軍方表示，特拉維夫附近的厝有的被毀，有的都會燒起來。前日一擺來，以色列佇一擺強烈空襲貝魯特當中造成重大死傷。被射擊的後邊外長普瑞爾表示，美國提出的停火計劃，嚟等以色列點頭。We must pressur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aintain the pressure in Hezbollah to accept the U.S. proposal for a ceasefire. This proposal is pending wit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 這擺外交注重在經濟聯合國安理會第1702號決議重新定會，結束2006年真主黨以色列戰爭。真主黨將伊戰術撤回離黎巴嫩邊境差不多30公里的所在，黎巴嫩軍隊部署佇緩衝區內。美國特使哈克斯汀19訪問黎巴嫩甲當地官員，參詳一項大部分已經得到黎巴嫩方面支持的停火計劃。哈克斯汀了後去以色列甲總理納坦雅胡甲國防部長卡茲見面。時陣一個無出名的黎巴嫩外交官表示，這談判有進展。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鏡頭倒來到國內，台經院公布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因為出口加額，經濟成長率應該有4%以上。不過明年川普上任了後，若準美中繼續拍貿易戰，恐驚嘛會衝擊咱台灣的石化產業。受到 AI 應用甲自通訊產品需求增強，國內出口表現繼續真成人目。行政院主計總處進前預測台灣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可能通破4%，台經院也提出看法。第4季的出口表現，目前看起來表現依然暢旺，所以破4不會有問題。明年呢，當然我們剛剛也提到了資通訊的高原期，或者是我們的傳產復甦還沒有很全面，數字低一點，但是我們台灣明年是個平均的成長。台經院專家認為講，目前國內產業景氣展望，資通訊受到機器權因素的影響，有關是在高原，傳統產業復原的角度無同，要未到百花召開的情形。也若佇明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閣愛看投資、消費甲外銷出口，敢會當平衡，表現敢會當好，才會當較明朗。觀察25台股盤中徛起哩23000點，起的幅度無遐長。
一时间起无100点。台积电是顶下震动，盘中一时间依次变盘。也若国内房市景气是受到中央银行信用管制措施等政策影响，有关无遐旺。虽然是来到了年底的一个赶工潮，但是目前呢，当然是碍于在整体的一个住宅市场，那么开工的一个情况是比较不如预期。那么再加上目前在中国呢，减产的部分，所以也使得钢铁的报价也开始有一点往上的一个态势。也若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存在无确定性的因素，专家分析讲，若准美中贸易战继续烧，若对中国的制造业有负面的影响，国内造化业也会受到冲击。也若美国利率的决策，按算明年下半年的利率有可能袂降颠倒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府11月21到23，伫咧市场上款分物条款，提面现金100块就会当换一张价值200块的物条款。结果排队的人伤济啊，影响到交通，颠倒引起批评。市府表示，未来就会考虑分的场地。民众排甲落长，拢是为着领台中市物条款。经发局21号起，连续3天伫咧各大市场、夜市上款发放物条款，吸引真侪老大人一透早就前往排队，这人调是排甲落长，也造成真侪乱象，包括民众占位、妨害交通、甲噪音本数的问题。排点外钟呢？点外钟。8点半啊，我头7点外啊去排，我就早一块椅啊来坐啦。一般是买菜的人，我是陪太太来迄个，所以我对那个不是没有兴趣。台中市最近2年分5批来发放物条款，民众摕100块的现金兑换200块的券，会使伫咧指定的点头消费。民代批评乱象一大堆，排队造成其他的点头出入困难，而且因为领物条款无记名册。出现真多不断来领的状况，经济效益有限，所带来真多的社会成本。噪音，那甚至造成一些民宅店家出入的不方便，所以这个都可以显示出台中市政府在规划物条券的发放，应该要有更完整的配套。如果说有些场地不适合，但是我们都会再去调整，去比较找附近比较合适的空旷的地方去做一个发放啊。经发局表示，5批活动总共是发送145万份的物条款，预计会使达到3.5亿块的经济效益。正前4批物条款回收率是100%，希望会当活络经济。另外发放的时阵，确实有造成部分的乱象，未来场地会一并列入考量。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已经经营66年的花莲客运，这几年因为了钱且无司机，评价阁无好。最近传讲12月就要收单，剩的2条路线会交予通电客运来接手。花莲转运站坐车所在，即马超多数路线拢由通联塔路国客运承接。花莲客运只剩到最尾的1112线到甲公路1142线。12月开始，花莲客运会退出营运，民众的看法拢无同。花莲客运都很可惜啊。以前比较多班啊，花莲客运，对，比较多班，现在都比较少，班比较难等。它没有跟着进步啊，就车辆还有人员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就是没办法，就是还是要被淘汰掉。花莲客运成立伫1958年，全盛时期路线包含花莲专关、大东甲大中二线。不过这几年各路线因为了钱因素陆续停驶，加上欠司机员，真侪摆评价无好，公路局最后决议有要续行。今年6月6号许可证就已经届期了，公路局的审议委员会决议不予续延。当时为了顾及到民众的权利，所以说我们请他们继续行驶到11月30号。花莲客运剩的2条路线，12月7日开始由通联客运接手，班次时间拢甲即马共款无改变，甚至影响乘客权益，引起关心。基本上目前是不会的，都是监理单位都已经安排好，由统联客运跟其他客运业者去做这个连结，所以对旅客的权益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另外，工作权问题，监理站强调，因为花莲客运也有游览车甲停车场业务，目前无受到任何私人或者是投资问题，闹需求也主动辅导员工就业转业。记者综合报道。那全台湾的客运拢咧欠司机，汤市是大声推出驾驶训练就业计划。不过，议员烦恼讲，这训练结束领到补助，人就走啊。交通局表示，未来客约会加绑1条服务的年限。
全台客运拢在欠司机，桃园早头前先推出大客车驾驶受训到就业的计划，拍跑过去摕到职业大客车驾照才能认定的限制。受训期间到薪水津贴通领，毋过部分党派议员拢来烦恼，无白约恐惊受训了就闪人。以本公司为例，该专案录取65人，已完成受训上线的已有24人。那本公司驾驶员缺员的情况，已由112年的缺100人左右，降至现在的约缺80人。希望这个桃园市政府针对这个受训奖金跟结业的方案，要设有限制跟门槛。譬如说，受训完成以后，一定要服务一定年限后才能离开，否则要给付这个解约金啊等等的。针对议员的烦恼，交通局回应原本考虑有限制，恐惊好找头路人唔敢来，初步上路，将饼做大为目标。为了让计划更加周全，已经研究增加服务年限，比如受训5个月，基本薪水、受训考照这费用，拢也是维持支付。不过还是津贴加完份奖金，爱正常服务满5个月才会发。实际下个月公告，按算114年开始实施。考量政府补助受训期间最长5个月，也已将受训期间之奖金在服务期满后一次发放，以及受训多久急需服务多久。针对大客车受训到就业的计划，交通局表示，为今年3月开始招募，到即马已经有124个人报名参训，其中已经有52个人上线工作，驾驶欠人也为年初的272人降做210人，按算年底陆续上路会阁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新住民愈来愈多，一寡家庭嘛会拄着照护的议题。不过，无身份证的新住民无法度使用长照服务。即阵到移民团体推出7种语言的讲解，希望政府重视新住民家庭照顾的困境。每天都是我在照顾，然后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真的好累哦。又搁要工作，又搁要照顾破病的翁婿，而且无钱请看护，这是一寡移民家庭会拄到的照顾议题。那少双头小的情形，无身份证的新住民，更加是对台湾长照的服务系统无傻傻。你有身份证应该是可以。好，但我有永久居留证的就不行啊。现在没有拿到身份证的姐妹，其实是不能使用长照的，也因此他们在台湾住了20-30年，然后生养子女、照顾公婆，但是他们老了倒了，却没有办法用到长照服务。根据移民署的调查，全台有3成9的新住民伫台湾住超过20年，55岁以上有将近1成5。这移民姊妹进入中年食老，长照变作是大问题。咱用台湾姊妹会收集各种的情形，发布移民照顾侪语言版本的咱时报，呼吁政府全面盘点新住民家庭照顾的困境。这个部分看后续的这些宣导，我们也可以跟新住民的这些相关的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看怎么样把这些文案的宣导能够做得更贴近。不只是婚姻移民家庭，其实我们现在希望可以揽才各国的这个专业人士，未来其实它也会使得，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做好的话，其实我们揽人才它不会留下来。学者指出，各类社会福利的资源，拢以伫遮出世成长的台湾人做设计，对法令到执行，对移民的家庭来讲，拢无啥下输。若是为着婚姻的移民，台湾未来若准备招人才久长，这是一条需要改革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丰原的圆环东路，沿路上百丛树仔最近互修剪，不过树尾直接切断，引起民众质疑。安那公路局表示，因为树仔伤大丛，惊树尾去互风吹落去，缀着人，才会增较济。圆环东路是沿路种植是映入紫檀，那因为那个树木高耸那大概3层楼高，那且中央复合岛腹地不大，那在台风或风大的时候，可能那个路树可能会倾倒或折枝，所以我们也是因应地方的要求做一个修剪。那这次修剪那个树形过度修剪的部分，我们已经责成厂商后续修剪的时候，要避免这种情形再发生。台中丰原圆环东路上百丛印度紫檀树树尾互剪断，去互批评剪伤济无妥当。公路局表示，因为有民众反映讲，进前风台有树尾去互风吹落去，希望会当修剪，才袂害人着伤。不过即阵其实无风台，树仔剪甲拢无叶仔，
市府是有要求厂商爱改善，避免佮发生这款情形。外来种青皮杜丁本地集中伫咧南部，不过最近煞愈生愈侪拖来到云林甲苗栗。林业署表示，会组团队移除青皮杜丁，卖开放地方的民众来掠，掠一只补助2.5，希望明年会当掠到12万只。青杜丁入侵台湾，原本大部分拢集中伫南部县市，也毋过最近云林县口乌乡也发现，当地农民短短一礼拜来掠到超过80只的青杜丁，福田烦恼若大量生炭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食果子、食菜啊，咱种的菜拢会食，困了，你看迄种的花咩啊，你看前2年，你遐看就有看。农民就对啦，爱面临遮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这对咱云林县未来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青杜丁原底是中南美洲在种，差不多30年前互带入来台湾做动物园咧饲，不过尾后却因为真侪人甲放杀唔饲，造成中南部10县市拢有青杜丁咧生炭，甚至豆向北边摊开。农政单位正也规划移除计划来应用。云林沿海地区发现砾笣气的行踪。近期云林县政府将邀集专家学者研商处理这件事情，并我们会召集有兴趣参与捕捉的民众进行人力培育。县府农业处表示，经过调查，县内包括水林乡、口湖乡拢有发现青杜丁生炭，会规划掠青杜丁的专业人才培训课程，也会配合中央相关移除计划，完成培训的民众若掠到大只的青杜丁，会互因逐只250块，无到30公分的逐只100块奖励。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不少所在用动物表演做扛棒来请游客来行打，不过动物的数量若无侪，业者就免申请展演的许可证。这寡动物嘛唔免定期检疫，引起疑虑。县府表示，经过清查，目前宜兰拢总有30间业者有动物表演，其中7间无许可证，会继续辅导甲清查。手提草啊，甲羊咧互动甲翕相。最近这几年，宜兰县这种动物展示表演的场合是愈来愈多，嘛请袂少游客来遮。不过有民代接到တင်情，认为县内大部分动物展示表演的场合并无合法申请许可证，动物嘛无定期检疫，是一个问题。家长会认为，在这样子蓬勃发展的亲子动物农场的，在宜兰县内这样子的蓬勃发展，那是不是不太清楚我们宜兰县政府的把关机制，那稽查的一个标准到底有没有落实？照动保法的规定，动物展示演出的定义是伫公共场所或者是证人会当出入的所在，以动物提供展示表演或者是甲人互动。不过有的所在动物的数量无侪，而且店头认为这是因家己饲的动物摊，无甲展示演出的规模，所以就无申请许可证，甲定期检疫。为什么需要防止这种传染病？因为人比较常接触嘛，还是？因为他们会跟人近距离接触。我觉得要啊，就是这样才会知道他有没有生病啊，还是寄生虫之类的。实际访问民众，因认为这些动物甲人有亲密的接触，也是爱定期检疫，才当避免传染病或者是假生虫的问题。根据县府最近的清查，县内目前计共有30间动物展示演出的业者，其中有7间无依法申请展示演出的许可证，也搁在辅导当中。这部分我们会持续依照动保法的一个相关规定来针对县内只要有涉及这个动物展演的一个空间那我们都会来辅导相关的业主依照相关规定来申请。县府表示，为了保护动物，嘛避免民众接触动物了后产生危害，会要求业者只要有以动物来盈利赚钱，就需要申请展示演出的许可，若无会依法来处分。而且会看情形，禁止业者继续予动物展示表演，嘛会继续来辅导甲清查。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昨是全国语文竞赛上尾一天，比赛项目包括目前才举办第4年的情景式演说。选手伫咧比赛前半点钟现场抽题目、看图讲故事，才甲评审对答，而且是随问随答。有选手就认为学校一礼拜才一节台语课，学的物件实在有限，就要靠平常时的累积，才会当有好表现。我搁甲因做步咧比手画刀，做步食饼。我感觉一摆校外教学真正是足赞的。
就拿提情景演说的题目，参赛者拿用线派金门话讲校外教学的经验。另外，也有参赛者用北港的海口腔，在演说结束以后，参评判先生对答。什么款的因素，互你会当成功？好，因为我去年的时阵啊，我就当一个学生组织合作第2组写文章，逐礼拜写一篇。20是全国语文竞赛上尾一天，总共有22个县市代表队来到花莲县比赛。主办单位表示，这几年有哪来哪侪参赛者会用无同款的地方腔来比赛。有师生认为，透过训练和比赛，除了传承，唔那认北腔口测，嘛通提升自我认同感。我感觉会当各地拢保留落来，啊无这腔口就消失去了，足可怜的。咱一边学一边练，啊，咱最最甲咱的金门话甲传落去。嘿，啊，唔通讲金门话大真少人咧讲，咱就要对家己的语言有信心。教育部自81年甲情景式演说连做正式比赛，到当已经第4档。参赛者在比赛进前30分钟才抽题目看图讲词，这人拢是以生活经验上台分享。有参赛者认为学校一礼拜一次大语课，通学的实在有限，嘛表示就要靠平常时的累积，才通有好的表现。我大语课一节课就是无够，因为一节课老师讲的物件嘛无讲介济，差不多按2-3节课，我感觉才会当传承咱的大语、咱的母语。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根据教育部统计，计共有2491个参赛者。所有比赛包括情景式演说、朗读、含字、音字、行等等，拢伫咧20完完结束。明年按算会伫咧台中举办。教育部希望透过比赛，通鼓励愈侪人登上台湾的语文自山。记者卢尚祖、郑春友华联报道。天气玻璃在最后来关心下晡晡各县市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22度到28度，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东部地区22度到27度。外岛地区17度到24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菁，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